係工程界。標書經常包含多種不同文件尺寸，例如需要將 A1 大小嘅藍圖縮放成 A3 大小，又或者將 A4 大小嘅文件旋轉方向配合。以往傳統方法需要客人首先預覽 PDF 檔案內容，並因應頁面嘅不同尺寸分批列印，最後再重新整理組合。繁複嘅分類、打印同整合需要大量人力同地方處理，過程既浪費時間，亦降低工作效率。經人手處理，亦伴隨住相應出錯嘅風險。Integrated Service One 秉承柯尼卡美能達核心理念，一站式整合不同所需服務，為業界提供完整切合方案，真正了解你嘅需求。現今各行各業都追求工作流程嘅速度、準確性同部門協作。柯尼卡美能達為建築、營造、工程業提供文件工作流程優化解決方案，帶嚟4大好處。第一，簡化 PDF 文件列印流程。透過柯尼卡美能達 PDF 文件列印流程，客戶只需要將 PDF 檔案拖放到預先設定嘅 Hard Folder， 文件將會自動以所需嘅文件尺寸同方向列印。另外，配合我哋先進嘅後加工設備，可實現線上 Z-folding 同 multi-hole punching， 幫助客戶節省時間，亦避免離線後加工嘅人為錯誤。第二，簡易打印精美印品。想係公司輕鬆印製精美卡片、工地照片或者客戶宣傳冊，只需簡單步驟就可完成精美卡片、無邊文件同壓線印刷，省時高效。第三，無縫存取工地文件。我哋嘅文件管理系統令施工現場員工可以隨時隨地透過手機同平板電腦安全存取同分享文件，例如招標資料、工地照片等，所有資料集中管理，提升溝通協作效率，同時符合 ESG 合規要求，降低儲存成本。第四，高品質印品提升企業形象。優質印品助你呈現生動嘅建築設計方案。柯尼卡美能達嘅 Curio Plus C84HC， 佢嘅寬廣色域接近 RGB 同傳統 CMYK， 能夠打印出同顯示器接近嘅色彩質量。C84HC 亦具備出色嘅專色模擬能力，加強公司 logo 專色運用，適合製作建築設計方案、宣傳冊、工地照片同其他宣傳品。出色、出眾，促進未來。Konica Minolta